多謝主席。嗱，因為今日咧有3個會同一時間舉行嘅，咁上嚟聽下你哋發噏風咧，都即係聽漏咗好多啦。咁啊，趕到入嚟都聽到幾個喺度發噏風嘅。我想話俾嗰啲即係支持而家共產黨幫我哋設計呢個普選制度嘅嗰啲建制派議員咧，讀一本書啦，講過好多次㗎啦，讀下書啦。呢本書咧叫《歷史的先聲》，即係讀下啦，好嘛？呢個係當年喺1941年至1946年期間，中國共產黨嘅喉舌，包括《人民日報》、《新華日報》、《解放日報》，係咪？裏邊有關毛澤東、鄧小平、劉少奇 ，OK， 所有呢啲共產黨嘅即係領導人，當年對呢個民主憲政嘅論述，就唔使而家喺度講到一嚿嚿，係咪？攞翻毛澤東、鄧小平講過嘅嘢喺呢度講一次，咁你就有料啦。唔係啊嘛，語無倫次喺度鬧人就得㗎啦咩？毛澤東講得好清楚嘅，選舉權同被選舉權係一齊嘅。不過你講過好多次。要駁你哋好易嘅啫。你講咗好多次呢個引述。唔係講好多次，乜再講一次咩？聽到啲太……喂，大佬，呢啲嘢可以繼續講嘅，主席講過90幾次都冇用嘅，係咪？都係可以講嘅，駁翻佢哋就得㗎啦嘛，係咪？使乜講第二啲嘢嚟駁佢啫？係咪？好簡單啫嘛，主席，係咪？即係呢啲垃圾言論，係咪？咩冷戰思維啊？喂，大佬，你又唔講下嗰個基本法，譚志源，喂，係點樣俾共產黨扭曲？你係奴才嚟㗎嘛？你梗係唔會講啦，啱唔啱啊？3部曲變5部曲，3部曲變5部曲，係咪？問題啊，主席，鬧官係奴才，有冇係抵觸而家我哋嘅議事規則啊？有嘅，所以我希望黃毓民議員唔好用呢啲言辭嚇，講事實啊嚇，大家互相攻擊冇意思。我老實講啦，即係鬧你奴才已經俾面你啦，你基本上係奴才嘅奴才啦，係咪？你負責呢個政改即係呢3個人奴才嘅奴才嚟㗎啦。咁你解俾我聽，點解3部曲變5部曲？你解唔到嘛？係咪？喂，成個政改基本法原來嘅設計就由香港開始㗎嘛，啱唔啱啊？係咪啊？第一部曲就立法會2/3多數通過，呢個咪代表民意咯 ，OK？ 係咪？無啦啦真係僭建，要行政長官提交報告。跟住俾呢個人大常委會確認就幫你設計，你解得到咩呢啲？你夾硬俾嚿屎我食，包咗啲糖衣，就你執嚿屎俾你食，500萬人作得就作，去邊揾500萬人嚟投票啊？係佬，而家登記選民幾多人啊？譚志源做局長，每次投票有幾多人啊？我成日講嘅，我話俾你聽，我一定發動一個即係投白票運動嘅，如果你過咗。哇！如果投白票100萬，當選我得30萬，咁咪真係好笑啦，係咪？咪諗下香港人，特別係年青一代點樣諗啦，大佬，成日喺度喂袋住先，係咪？一定得，係咪？咩叫一定要得啊？一定死得！香港人唔會俾你咁樣賣嘅，我話俾你聽。喂，你而家個主流民意可以塑造出嚟嘅，一面倒咁啊點啊？係咪？你有冇本事可以整個民調2/3啊？譚志源。你答我，你有冇本事啊？你冇本事啊嘛！落街又喺度丟醜、丟假，行落街，係咪？咁多個官咧，稍為似樣啲個叫高永文啊，起碼佢夠膽駁嘴啊嘛！死狗咁你哋嗰啲係咪啊？起碼佢夠膽駁嘴，起碼醒偷我嗰句啊嘛！鬧完你之後講完係咪啊？幾好啊真係係咪啊？起碼佢真性情，好似你咁樣。係嘛？即係丟架咯！讀咁多書有咩用啫？你啲人係咪啊？仲話基督徒，返屋企瞓覺啊你！好，講完。